主后2026年4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神上主的律法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119篇129节到176节。你的教示奇妙，我尽心遵守。你的话一个过细就发出光，连戇直的人嘛会了解。我喙大开，直直喘，较无你的诫命。今日活过来看我，认明我，亲像你在对待敬爱你名的人。今日照你的应允，引带我的脚步，无用阮罪恶管辖我。今日救我脱离人的压制，互我通遵守你的律例。愿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仆人，教我捌你的规例。我的目屎亲像溪水直直流，因为人无遵守你的律法。上主，你是公义，你的判断公正，你颁布的律例公正，完全可靠。我非常受气，亲像火要甲我吞灭，因为我的对敌袂记得你的话。你的应允纯真可靠，你的仆人真意爱。我卑微互人看轻，毋过我无袂记得你的律例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，你的律法真实。我受到患难忧苦，犹佫意爱你的诫命。你的教示永远公正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通活。上主啊，我专心求叫你，求你应我，我要遵守你的命令。我求叫你，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教示。天未光，我就起来求叫你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规暝目睭金金，哪念哪想你的话。上主啊，因为你有慈爱，求你听我的声，照你公正的判断，求你保守我的性命。计无做歹的人逼近我，因离你的律法远远。毋过上主啊，你活近我，你的诫命真实可靠。我早就学习你的教示，你互因确立到永远。求你关心我的苦难，来解救我，因为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求你甲我伸冤救赎我，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叫阮离开歹人远远，因为因无找求你的命令。上主，你有丰盛的慈爱，照你公正的判断，求你保守我的性命。困逼我对着我的人真多，犹佫我无偏离你的教示。我看到奸恶的人就真厌恶，因为因无遵守你的话。你看我偌呢意爱你的律例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保守我的性命。你的话的本质是真实，你一切公正的判断永远遵守。统治者无理无由迫害我，毋过我的心惊畏你的话。我意爱你的话，亲像人得到真侪战利品。我痛恨厌恶白贼话，毋过我意爱你的律法，因为你公正的判断，我逐日七遍称赞你。意爱你的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无一项会互因跋倒失败。上主啊，我仰望你的拯救，遵行你的诫命。我的心有遵守你的教示，这话我非常意爱。我有守你的律例甲教示，我的所行所做，你拢看袂到。上主啊，愿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赐我智慧。愿我恳求的话达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牵救我。愿我的喙唇发出呵乐，
因为你有将你的律例教示我。愿我的旨宣布你的应允，因为你的诫命拢公正。求你伸手帮助我，因为我有选择你的律例。上主啊，我较无你的拯救，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。求你互我活地，通称赞你，互你的判断帮助我。我迷路亲像失迷的羊，求你甲你的仆人找倒转，因为我袂记得你的诫命。主神上主的律法，人生总有帮扶无助的时刻，也是因为环境艰难，也是面对重大的决定，人伫陷入困顿、迷茫、失落、混沌的时阵，总是希望会当伫黑暗中看见一道光芒，指引方向。就算只是一瞬间的微光也好。诗人透露出伊所面对的各种困境，包括小者的控制、受敌藐视上主的命令、遭遇患难困苦、受占卜的迫害、敌人和欺负者真济、有权势者诬告、压迫等等。伫种种艰难中，诗人毅然决定求救上主。伊坚定表达一心呼求上主，遵行上主命令的意志，佮用上主的律法做喜乐，就是这般纯真的信。伫面对目屎大口的苦楚悲叹中，诗人犹原心存盼望，迄盼望就亲像黑暗中的光，引出头前的方向。伫坎坷多变的生活中，有时阵咱的生命可能受压制到连喘息的空间都无。伫现实的生活中，受扭曲的价值观，追求速成的满足感。面对生存的竞争，对名利权力的追求，无止境的欲望等等，这一切就亲像滚滚大水不断冲击咱，改变咱，佮破坏原本的生命河道。伫安尼的生活现况中，咱需要安怎的眼光来注视这一切呢？我喙大开，直直喘，较无你的诫命。伫面对互人缀甲强要袂喘气的压力中，诗人选择找求上主的命令。伊表达家己对上主的命令的渴慕，就亲像通大喙的喘气，互伊伫令人缀要袂喘气的环境中，通因为上帝的气息充满，就松一口气。因为较无上主的命令，诗人会当全神贯注，定睛仰望上主，并全身自力，挣脱眼前各样锁链。伫遭遇患难困苦时，诗人要用上主的诫命为乐，并无放松。人往往无介意受约束，也是受某一寡轻价限制条例，总认为这是失去自由。但是纵观诗篇119篇整个文脉甲思路，诗人的生命核心是上主的律法。不论任何处境中，诗人拢选择注视上主的喙所讲出的话语。毋是婉利，因为伊相信上主的话会当互人存活。伫这首字母诗的最后一段，诗人用求助的祈祷做结束。伊来到上主面前呼求：上主啊，愿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赐我智慧，
愿我恳求的话达到你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牵救我。咱拢亲像迷失的羊，该知上帝是专门找迷羊的神，伊袂轻易离弃任何一只羊。当咱选择回转到上帝面前，伊会再次接纳咱，拄亲像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做，为世间人承担原本该死的罪，互人靠着十字架救恩的指引，行往以下纯真永恒的应允之路。默想，我捌有倒一寡深切较无上主指引的经验，这个经验安怎帮助我搁较深经历上主的同在？我捌有倒一寡深切较无上主指引的经验，这个经验安怎帮助我搁较深经历上主的同在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甲你面对面聆听你的话，求你互我伫你伫亲近你的时，会当专注领受你的真理，注视你的律法，搁享受你的同在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